当局以异地就业名义下将9000名维吾尔青年人被转移到中国内地以后，鼓励汉族人移民到东突厥斯坦定居。据突厥斯坦时报报道，和田政府发布的一份招聘公告试图利用各种优惠待遇，鼓励汉族人来和田工作并定居。硕士研究生月薪7400元以上，安排副科级职务；博士研究生学历月薪8000元以上，安排正科级职务，享受10万元安家费，在当地购房的一次性补贴20元。大事国际报告显示，去年全球死刑数量有所减少，中国仍是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大事国际组织发表年度报告，2018年全球死刑处决人数几乎减少1/3，将至少10年来最低水准。但若干国家处决人数却增加。不过，大事国际组织的统计并未包含死刑处决大国中国，因当地处决人数列为国家机密。大事国际组织估计，中国每年有数以千计的人被判处死刑或处决。根据大事国际组织发布年度报告指出，去年全球死刑处决人数由2017年的至少993人减为至少690人，伊朗处决人数也减少。据苏丹官方电视台12日报道，苏丹过渡军事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艾赫迈德·伊本·奥夫当天宣布辞职，由中将阿卜杜勒·法塔赫·波尔汉接任。苏丹国防部长伊本·奥夫11日宣布推翻总统巴希尔政权，并于当天宣誓就任过渡军事委员会主席。北非国家阿尔及利亚的民众不久前才把总统赶下台，周五数千名示威者继续走上首都阿尔及尔的街头抗争。这次是要求执政的精英成员全部离开。布特弗里卡下台后，由上院议长班沙勒暂替90天，直到7月4日总统大选举行。法国外交部发言人谴责以色列政府决定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各地向犹太人定居点建造4500所房屋。西岸有近250个非法犹太人定居点，1967年被以色列占领，居住在这些地区的犹太定居者超过40万。